0.2
我而且呢，二路的了两路嘛，这个它就是怎么去算的？怎么去这个二路两路的就是啥？对，那就是了3/2中，下面3/2中下面对吧？它读法罗当，读法罗当，读法罗当。个了什么几，了什么9，百了什么加，千了什么动，万了什么气，10万是9，百万是加，千万是动，是吧？意思也就这个。个几十几百加千动万记住啊，10万是10，百万是加，千万是动，但是跟他是错误的，而且同样是这个第一个加动记了第一次记啊，就是当错误的。那这个几我读啊，我就当我这4个一个名有一个什么是叫了？加多几，它必须当一个中间是这样的个，它必须的什么呢？就是1了1了1万，万了什么必须的1万是。10、100、千、10、百、千万，是不是才1万？2000、10、百、千、2000、300、是吧？45、50，对了，1万是几？2000，你中300，中间45是这样，不计是计，你中不计你中间是这样，不计你中间是这样，12345，这个是不呢？那个我也没听懂过的，加动是不出不动不加就是不住啊9万是不9000不动900不加99是不住99999，是不的不动不加就是不住，不是它的。那我自己在那落了有点落，那落到现在第一次加进去了以后，这个是动不加，不是口气落了的。1994年了是1了落。1994了是1了是多少？9了是9了是4了是多少？其中比较不是口气落，1994年记住了口气法。那咋的了？你动不了了。2019年中怎么出不了？啊，你中怎么出不了了？2019年，我正好就中比较以前啊，落了那个了啊，正好就这个是1945
这个手机上，OK，那就是呢，现在我就其他的这已经，当然正好是12时的，下面的这里呢，什么的这里是要看得到的啊，那是这样，那正好这里呢是那个看这个有一些的。